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咱搁三见面，咱带着欢喜的心来到教会，要来三个敬拜上帝，关上帝甲咱三个弟弟。今仔日伫这敬拜中间，咱有领受伫要敬拜的大圣，咱先来团练信息，请咱掀开信息21首美。伫要唱的大圣，我先甲大家讲一个，第一节的第二节。 思想少年，思想少年未画得过。好，过来第二节，嘛是第二节的头一句，爱得满天忽然起魂。过来迄句是随落大雨压残，随落大雨。好，过来第四节。 第四节的第二节，上帝是会我稳当掂，毋是徛，吼，稳当掂。好，咱来团练试试第一节甲第四节。本来上帝真正是我上。 你叫我要找伊，思想少年未画的过，一百年久无你第四节，你感到生命忘记了，上帝听他慈悲，上帝是。 请咱掀开254首。 我
恁着感谢耶和华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百姓的中间播扬伊的所做，着伊吟诗，伊唱歌胡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，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，着求耶和华的甲伊的关联，常常超正伊的面。信诗来吟圣诗第21首美调，上帝真正是我上帝，会众请起立。上帝真正是我上帝，看在我的诚意，这些小念为为的给，只把你顾不离。我心望上帝我真就公汉橄榄，爱听我的不见体温，虽了大河阿残，上帝感恩好我高雅，我最应该恶路，故春有情虽然好家，答应我的好，没感到村民忘记了，上帝听堂作伴。上帝是来我稳当调，安稳自在欢喜。请咱由原徛哩来公读新的界面，新的界面伫圣诗的头前页，请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伊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以新的界面互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。恁若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交读启应文，启应文第20篇，请掀开圣诗后壁面第30页。启应文第20篇。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，着耶和华唱歌，祝谢伊的名。伫列邦的中间，讲起伊的荣光。因为耶和华最大，应该受极大的侮辱。因为列邦的上帝拢是虚假，伫伊的面前有尊贵甲威严。百姓中的特族啊，恁着将权能、荣光归乎耶和华。因伊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耶和华，着用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。
伫列邦中着讲，世界坚固无摇动。愿天欢喜，地快乐。愿田园甲其中所有的拢快乐。因为伊来啊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。请咱三角额头的祈祷，至圣至悬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，互阮伫今仔日会当再次来到你的殿来聚集，用诚心的心来学罗敬拜你。恳求主，你即时降临伫阮中间，开阮的心，赐智慧互阮，会当了解。主，你透过季牧师较等的讲道的话语，所要传互阮的信息，领受对你所来的教示。上帝啊，求你带领阮，伫过来的日子，互阮心所想、嘴所讲、手所做、骹所行的，拢会当合着你的心意，荣耀归着主你。阮安尼的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们。乌罗。圣歌队今仔日要献上主，阮伫遮来学罗主。
阮要唱歌学乐，歌声欢喜快乐。阮要四方宣扬主福音，阮手牵手共心服侍主，为主发光，荣光归上帝。请咱掀开圣经，今日所要讲读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甲马太福音两位。首先，咱来看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9节。手部的后壁面嘛有写伫个，请咱来看创世纪第12章第1节到第9节。耶和华对亚伯兰讲：“恁着离开本地、本族、老爸的家，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，我要赐福你，互你的名做大，你也要互人得到福气。祝福你的，我要赐福互因；咒诅你的，我要责罚伊。地上万族要因为你得到福气。”亚伯兰照耶和华吩咐的话去就去，罗德也甲伊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75岁，亚伯兰带伊的某撒来，甲伊的侄仔罗德，以及因伫哈兰所支出的财物，所得到的人也，因就出去要去迦南地，因就到迦南地。亚伯兰经过迄个地，到伫示剑的所在，到摩利的墙处。迄时迦南族也伫迄带。耶和华对亚伯兰出现讲：“我要将这个所在赏赐互你的后裔。”伊就伫遐对着伊出现的耶和华起一座坛，对遐伊刷到伯特利。当时的山大埔边西是伯特利耶和华的名。亚伯兰渐渐刷去南市的地。所来马太福音第4章第18节至22节。马太福音第4章第18节至22节。耶和华行伫加利利的海边。看见两个兄弟仔，就是西门叫做彼得，甲伊的兄弟安德烈，拍网伫海里。因为是讨戏人，伊就甲因讲：“来缀我，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讨戏的。”因临兵离开网来缀伊。对遮进前，阁看见两个兄弟仔，就是西庇太的囝。雅各甲伊的兄弟招因临兵离开船，拜别因的老爸来缀伊。以上，今日去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上帝的呼召，相对世人的回应。大家平安。来个建前教会吼，安尼看到人大家安尼笑眯眯吼。感觉安尼真欢喜，啊，亲就倒转来家己的家，真是无简单吼。迄个诗歌实在是有够水吼。啊，李元长老咧传诗歌的时阵，我嘛是安尼看你安尼，真有笑容吼，真正。有一个合唱团吼，安尼演唱吼，唱。前半场、后半场，拢总唱19条。啊，人讲啊，有一个团员哦，对第1条甲上尾条，伊安尼后面拢定来啊笑容，好啊，安尼迄个一种的喜乐啦吼。我哦，这真正是功夫啦吼。所以吼，咱咧吟圣诗的时，就爱笑笑；献诗的时，笑笑。吼，这真正，咱也常常甲咱提醒吼。真正，迄个咱吟的诗歌就无共款，吼。啊，我来个者，我拄着人，大家拢安笑眯眯吼，互我感觉讲哇，真正是安尼，
然后亲就倒转来 home， 谁的 home， 倒转来安尼甜蜜的家庭，感谢主。实在吼，早起圣歌队吼，这么水的诗歌，这个歌词这么好，已经来先讲一篇道理互咱听啦。我永远属你，你互阮来传福音，你呼召阮啦，阮当心服侍，归荣光互上帝，实在是真水的诗歌，感谢主。上帝祝福建成较好个，人数加添，荣耀上帝。咱当心效力，上帝的确要成就咱即款对伊的回应，感谢主。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，今仔日阮搁一摆到你的圣殿来敬拜，愿你清洁阮的心，互阮恭敬伫你的面前。阮是一个罪人，愿大生得到你的救恩，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阮一切罪，互阮会通安尼罪得赦免，成做上帝囝儿，得到称罪义。感谢你的恩，感谢你，互阮伫遮做伙来侍奉，去做主你的教会。阮来少年牧师、李牧师伊休困到伫日本，今仔日要倒转来，愿你也保守因出入路途拢有主你的看顾，出入平安事事顺利。感谢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感谢主吼，今仔咱要照着阿必然的呼召吼，咱来学习信仰的功课。咱呼召是咱属灵生命吼里程的一个起点。咱本来是异教徒，本来是罪人，上帝呼召咱，所以伫迄个时阵开始，咱的灵命、生命吼，灵性生命的起点。人生的里头有足多选择，我要穿啥物衫，要早起要食啥物货，要啉啥物饮料，要坐啥物车，我要参加教会啥物款的事，所以种种这咱生活中一切拢足多选择。毋过你选择，你来对你的选择负责任毋过有即种的选择毋是出于咱的计划，那是对上帝呼召啦亲像讲阿必然上帝呼召阿必然，也是主耶稣呼召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这学生。圣经中有真侪这实例啦保罗先生嘛，主耶稣呼召伊。我的阿正季中和牧师啦伊今年95岁，伊伫日据时代伊读师专，是国小伊到6年级的因迄班所有即个。就是讲专关啦专区，伊迄个考试所有因迄班是第一名。所以足侪人家长季老师你甲阮囝补习，好逐个拢要补习。伊的收入有够济。毋过礼拜逐个讲要去补习啦。伊讲袂，礼拜袂使。人讲你讲有钱要你趁，你毋趁伊会使讲收入，因爸爸是做牧师伊的家庭囡仔足济爸爸生真侪囡仔，所以拢爱靠伊啦，经济拢都爱靠伊。毋过有一天上帝呼召伊伊甲因爸讲：爸，
我要做牧师，我要去神学院。哇！恁爸讲，哦，你要做牧师？啊，伊个校长、甲老师讲，我要辞职，我要读神学院。哦，校长拢毋敢相信，讲啊你财务遮好收，你要死？哇！无法度，伊足坚决咧，就去读。所以伊到今仔日吼，90岁还阁咧做工啦吼。啊，咱差不多105年前啦，咱下德开的下中间，咱拢知影吼，姓夏的，姓夏的伫台湾吼，10几个牧师啦，即马10几个牧师。差不多105年前吼，因有一个算讲阿祖啦吼，叫做夏仔，是伫七美哦，平湖七美是足水的吼，也有机会去遐佚佗。啊，七美哦，伊做当机啦，吼，有一摆讲掠鱼了，去掠去高雄卖，啊，佫倒转来。吼，我当机起动讲，一直讲伊马瑞丽，迄逐个讲，迄个是什么伊马瑞丽，听无啦？我一直讲伊马瑞丽啦。我即马落去共问，我伊马瑞丽是啥物？哦，上帝甲咱同在啦。哦，伊讲啊，甲因家族个人来，即马开始我无要做堂机啊。咱哦，全家拢爱来教会信主，信耶稣，我要来信耶稣啊！啊伊啊，堂机全变做传道啦，所有下家拢信主，因献地啊来去教会。哦，这毋是伊会当计划，这上帝选择啦吼。啊，这个咱讲玛利亚着耶稣的老母对吧？耶稣的老母哦，伊甲约瑟订婚哦，还未结婚呢，都订婚了。上帝哦，要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圣神投胎，要出世拯救世间人。上帝选，去选了玛利亚，差派天使去甲玛利亚讲。你要怀孕生囝，改号名叫耶稣，做耶稣的老母。哦，这个冲击是足大的，对无？冲击真大，想象袂到的啦。还未结婚呢，我怎么要怀孕？毋过玛利亚讲，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的心中啦，顺服。上帝的呼召，伊顺服。所以，伫约翰15章最后所讲吼，毋是恁竞选我，是我竞选恁。所以吼，咱伫教会无论是牧师、中级、咱团契吼，啊，甲兄弟姊妹，咱若有甚物款的成就吼，无甚物了不起啦，一切拢是上帝恩典。所以，伫上帝面前吼。愈谦卑愈有气力，吼！啊，愈伫遐倚靠上帝，你愈有气力，吼！所以有时咱的学问、智慧、财物，啊，甲咱的关系，吼，啊，甲咱的所拥有一切，就讲就阮的朋友爱来，即礼拜吼，阮有一个特别有一个。报道会啊，来到阮教会，到阮聚会，去做礼拜都可以吃了是吧？啊，上帝就钱要互你啊，毋免做工啊哦。吼，伊观念就讲，吼，礼拜日吼，即摆咱大家较重视啊，无若要过早礼拜吼，大家拢muốn加班继续做，吼，无要停。台湾人礼拜生理照做，吼，无啥真侪外国人礼拜休困，无要做生理，吼，敬拜上帝。所以阿伯拉罕实在是，这阿伯兰吼，
伊受呼召，伊回应上帝吼，即个实例吼，实在是上界模范的一个实例啦。咱对伊袂着啦，吼。所以咱通过伊的受选调吼来学习信仰的功课。变来伊听叹上帝话哦，离开故乡，跟对上帝，上帝赐福伊，互伊子孙济济，进入天星海沙，搁要互万国万民因为伊来得到福气。这个应允对阿伯兰是足大的挑战啦，吼。阿伯兰少年的时，伊甲伫这个5年，甲撒来结婚。撒来一直拢无生囝，撒来不孕症，未怀孕。所以阿伯兰伫5年，差不多即摆科威特波斯湾的所在，伊得到上帝启示，全家族离开5年。要前往迦南，对5年，对这个5年要到迦南地，中间有一个阿拉伯大沙漠，所以伊照到这个祖先的故乡，所以伊的老爸嘛是甲伊做伙等于合难，所以伊的老爸205岁。蒙主温调，死伫荷兰。阿伯兰继续前线，其实伊经济伊的所有得到财物，实在是足有基础，真幸福的一个家庭。毋过伊前线叫上帝的指示，佫来继续前线，要去到上帝应允内底啦。所以。咱头一问来看讲，上帝呼召的命令啦，吼。上帝爱阿伯兰讲，你着离开你的故乡，你的老爸家，前线到我，只是你的所在。这是足有挑战性，考验阿伯兰的信心。伊离开伊的一切。离开伊旧的环境，重新开始来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伊少年时拍拼，到即摆有一个基础，经济基础，逐项的基础。毋过上帝讲，你来重新开始，会通得到我的祝福，要走向美丽的将来啦。上帝无成功，你要去倒位？只有讲我要支持你。所以，这个呼召是对异教徒的一个启示啦，吼。阿伯兰伊有敬拜上帝，毋过伊嘛拜真侪迄个荷兰的遐偶像，所以讲起来嘛是算一个异教徒嘛。我逐项拢拜吼。上帝互伊真对一个上帝子民受着祝福，佫要万国万民因伊来得到福气。这个应允就是爱，唯一的条件就是阿伯兰爱顺服。咱知影，既然咱是要诚做基督徒，会得到上帝的救恩，通信了说，150年前，这个宣教师。因对美国、加拿大、芬兰、欧洲一四过，因家庭基础、教育拢真好，毋过因受呼召，离开因的故乡，到伫世界各所在，到伫台湾，迄阵佫是足未开发的一个国家，迄阵大家生活水准佫真低。但是伊来到遮，人看到讲恁这红毛番，毋过因伫遐忍受济的艰苦，目的就是
要互台湾人信耶稣、敬拜上帝，所以今仔日咱会通得到救恩。所以咱爱甲因即款的精神啦，继续传落去，吼。亲像今圣歌里所念的圣诗，吼，所念的诗歌，咱继续传，佮传互别人啊，去普天的传福音，互万百姓听。所以另外一方面呢，上帝呼召人虽然是有挑战性哦，但是带着极大的应允，吼，伊互咱，互后壁有丰盛的应允哦。煞来袂当怀孕哦，毋过上帝甲后壁人讲，我要赐予你啊，子孙济济啦，亲像天星海沙啦。啊，要互你成对大国啦，你只有一个家庭呢，一个家庭开始哦。啊，要互伊成对大国呢，一个大个国家呢，互你的名受尊重。啊，个啊，万国万民通过你的国家来得到福气。这个应允哦，今日若对咱来讲，实在是足恶相信啦，因为阿美兰的太太撒拉袂当怀孕，实在是足大的挑战。阿美兰75岁，撒拉65岁。少年的时无法度生囝，但是阿美兰75，撒拉65。上帝讲要互你子孙济济啦，要互你成对大国。到阿变人86岁的时阵，出来76岁，伊15年出世了，因为伫即个出来已经10年嘛是无怀孕啊，安尼干脆我这查某囝，即个合格，互你做生意啦。后壁人想讲，安尼嘛有通，所以过当年伊15年就出世啊，毋过到因99岁，煞来89，上帝甲讲你要怀孕生囝啦，半信半疑，所以。上帝搁一摆重新甲伊讲，即个要承接要承接即个应允只有你对撒来生的才会使。所以后尾咱嘛想讲，无我的奴仆来接受我的产业。上帝拢不准。到后尾人100岁，出来90岁，真正伊实出世啊！迄个时阵伊15年已经14岁啊。所以上帝既然讲通过这一个家庭，要将这个应允赐予伊，所以上帝嘛应允讲，我要保护你。既然祝福后尾人呢，要得到上帝祝福。毋若是以色列得到祝福，地上万国万族拢要得到祝福。换倒转，若咒诅你的，要受到咒诅。当然咱知影讲，后壁人要到迦南地要去上帝应允的地这个中间经过几千年啦到现今，以色列百姓还阁是咧征战啦对迦南地到埃及400年做奴隶，然后佫旷野40年伫遐受苦，然后入去迦南地，佫来波斯、巴比伦，佫迄个亚述巴比伦，佫波斯，尾罗马帝国，拢甲以色列甲犹太人赶线。到你第20次世界啦，伊在写一本讲我的奋斗，讲
以色列百姓哦是罪恶的源头啦，所以要伊决定说服德国人讲，爱甲犹太人赶尽杀绝，所以杀死600人，所以这分散伫世界各国杀死600万啦后来美国、英国2000年后可以复国嘛，复国了，即摆哈马斯的宪章讲，阮的主要的宗旨就是消灭犹太人，对这个世间消灭，没有一个都不留。所以，这个应允甲今仔日还阁是咧征战毋过上帝讲，通过亚伯兰的后裔，万国万族拢要得到上帝的福气。敢若是上帝呼召这学生共款，恁着去普天的传扬，奉耶稣基督白囝圣名来甲因行说咧，互因归入圣神了没？我就上甲恁同在。第二面讲亚伯兰的回应亚伯兰照上帝吩咐咧，伊就去讲，所以伊信心的顺服，真正伊有信心啦，若无即个信心，伊无法度去回应上帝遮尔大的条件的有条件性的应允啦。即个创世纪15章第6节讲，亚伯兰信上帝，上帝就认伊做义啦。不然嘛是讲因信称义。希伯来10章第8节讲，因为信亚伯兰顺服上帝呼召，去到上帝应允伊的所在，伊离开本国，毋知影是要去倒位。所以这两段的圣经会通证实讲亚伯兰的信心啦，亚伯兰信心的证据就是讲，伊对上帝命令的顺服。因为若毋信，就上帝应允就无可能成就啦，所以亚伯兰信心的顺服，所以伊继续离开，伊老爸死了，亚伯兰继续向迦南来迁徙。所以亚伯兰迁徙的里程啦，有6项先决的条件，互咱会通学习亚伯兰的信心啦。第一就是亚伯兰离开是照上帝吩咐，敢若玛利亚讲的，愿照主的话应验伫我的心中。今嘛真济咱的牧师到伫中国去传福音，亲像早时的宣教师，来到台湾，但即摆去中国，袂使传福音呢。你传福音是违法的，所以因拢着安尼啦。真正是爱靠主啦，靠上帝，互迄个福音会通公开。其实中国基督徒超过1亿，咱台湾差不多，应该咱台湾嘛头100万200万，但是中国1亿以上的基督徒。虽然安尼，政府一直甲因禁止。阮查某囝本来去迄边，也租一个所在，伫遐逐礼拜聚会。因袂使用教会名，就是讲品格生活营。意思咧讲，伫遮咧学习迄个品格，毋过是咧做礼拜。毋过对几年前开始，即摆拢袂使啊，连你品格生活营嘛袂使，所以因拢无落去教会聚会。即摆拢爱伫家庭做小组啦，感谢主今年开始阮囝婿讲要转来，
伊是往请的啦吼。来，伊讲要转来，啊，所以即摆转来台湾上班。啊嘛，定定爱出差去中国吼。啊，阮常常祈祷啦吼，求上帝保守互伊，安尼出入拢平安。啊，第二啦，阿美兰吼75岁对无？啊，煞来是65岁，拢已经年纪大啦。吼，啊，煞来个自少年都袂当怀孕，但是因犹原相信上帝应允，要互你子孙济济，成做大国。第三，阿美兰伊离开荷兰，伊是带伊的某，伊的弟仔罗德，啊，甲所有伊伫荷兰所得到的这财物、罗卜、鲁比，所有拢，所以表示讲伊是前线专家前线，伊是游牧民族，毋过伊是专家前线，意思我是无要阁倒转来。全家生活向着上帝应允的地要去，表示讲阿必兰伊伫即个荷兰的时阵伊逐工拢有虔诚敬畏上帝。第四项，当阿必兰伊安尼顺利到伫即个迦南地，伊行到示剑。示剑的一个双手骹，伊的即个顺服有拄着极大的考验啦。身处异乡啦，伊是一个异乡人，去真清楚，拢无相捌，并且偶像崇拜足兴旺，其实咱嘛要求助人民来拍拼做工，因为台湾的即个民间宗嘛足兴旺的啦。我有朋友大学毕业无，工作嘛做足好每年迄个妈祖咧巡回伊拢去弄轿卡，他一定要去弄轿卡，讲安尼才有平安啦。所以讲，若毋是上帝恩典，就要带因来信主是无简单啦我一个朋友讲，伊是信主嘛，伊的朋友50年后，甲伊讲，我已经信主啦。感谢主。伊甲伊质问讲，你当时哪会无带我来信耶稣？所以，伊就用即个圣经的话啦，就约翰15章啦，讲毋是你竞选我，是我竞选你，是上帝竞选你啦。今仔日你安尼你的所有一切表现，上帝感觉好，即摆要带你来信主我的会友，因老爸是律师嘛，因小弟是一贯道，因老母慈济合唱团，伊甲我讲，牧师要安怎引带阮老母来信主？慈济合唱团的呢？因那姐妹好姐妹，逐工都来找伊，都拢去做伊唱歌，是要安怎？感谢主，讲祷告。后来讲因老母信主啦，无去参加迄个慈济合唱团啦，已经信耶稣啦。伊的老爸，伊老爸讲，有一天破病足严重。伊惊讲因老爸会蒙主昏调当然真正迄摆蒙主昏调。讲爸，我要甲你讲一个严肃的问题啦。阮夫妻讲阮查某囝阮囝
大家拢信耶稣啦。后摆吼，阮若死了后去天堂，去上帝国遐啦。啊吼，你著爱来信耶稣啦。咱后摆毋才会当搁再团聚吼。有一工咱转去了，会当搁团聚啊。因老爸讲，我早就准备好啊，等你即句话啦。哇！我哪会无较早讲咧啦？我真正有影，咱来好呾。我邀请你来教会，我要甲你做朋友，请你来信耶稣。你甲讲落，伊就去思考啊啦。你敢想啊？这处置的无可能啦。真正有影。你讲做当机的，你讲要叫伊来做牧师哦？没有。其实，阮牧师中间吼，嘛有做牧师，但是因老爸做当机了，吼。但是伊信主了，渐渐改变，改老爸吼。咱们渐渐一个本来就反对的了，尾啊感觉因为看到你的表现，讲你信耶稣袂歹咧，我嘛要来甲你信耶稣，吼。所以。事件这民众吼，佫是邪恶的吼，因为迄个做拜迄个偶像吼，真侪遐较对落的代志，嘛拢敢做，甚至袂合理化。认为讲你安尼做才对啦，吼，因有迄个，因有女神啦，女神你若讲你要爱有。你子孙济济，你就爱甲女神有关系，所以真侪遐上帝无欢喜的代志。所以阿必然虽然面对安尼，伊犹原相信上帝应允啊，吼。阿必然上帝伫即款极大的挑战的时阵，安尼随时确认。伊会应允啦，上帝及时向伊显现，吼，讲我要甲即个土地赐互你，甲你的后裔。吼，上帝伫后壁人拄着极大挑战的时阵，上帝确认，吼，甲后壁人确认讲，伊会应允，要赐互伊的信心。所以后壁人若直接得到上帝。应允知影讲，这个土地将来就是要赐予我的后裔，行行顺顺。今仔日，咱会当期待什么款会证明讲，来确认讲上帝应允。感谢主，今仔咱注意。信耶稣，咱做伫下面得到愿望。咱有啥物款内容？圣经以及上帝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为着咱所献赎罪者，互咱得到应允的确信。信耶稣，咱罪就要得到赦免。所以保罗先生伫。信靠伊、顺叹伊的人，感谢主吼！咱甲咱因为主耶稣基督吼，信主耶稣基督，互咱甲后壁人相款，会当得到上帝应允的确据吼。第二项，后壁人伊上帝向伊显现，甲伊讲，我即个地要说，后壁人随时建立这段。来敬拜上帝，所以后壁人每到一个所在，伊拢大声起造这段，表示讲上帝同在。时时想我靠上帝，上帝做我的帮助。所以伊每一摆的顺服的旅程，拢用敬拜来回应上帝的应允。所以渐渐刷到这个迦南的南边，尼吉夫，所以伊甲这个迦南地拢甲行一摆，
拢行一摆。后壁人迁徙到迦南，虽然讲伊安尼来到迦南，土地还未属于伊哦，即个应允的地，佫是别人咧徛起，佫是一个安尼偶像崇拜真兴旺的一个所在。所以后壁人伊就是用旅客的身份继续伊的即个迁徙的行程。伊确信讲主要所伊的应允是真实的。所以今仔咱要安怎回应上帝的呼召？马太福音第4章18节到22节记载讲，上帝主要说真直接呼召伊的门徒，只有讲一句话讲：来缀我要互恁得着人，亲像掠鱼。耶稣并无说明真济表示讲上帝的呼召，主要所的呼召，咱要回应，毋是用咱的理性，是爱安尼及时、随时回应主。玛利亚无讲我来想，我想几工我考虑几工无，随时回应讲，愿照你的话应验伫我的身上。所以后壁人伊要随时，这学生上最后说对这学生内底这学生随时甲忙放咧，军队耶稣，随时甲船甲老爸放咧去对耶稣。上帝对后壁人的呼召，后壁人顺服服侍。上帝后壁人要高举上帝的名，毋过上帝的名，上帝却互后壁人伊的名伫迦南受到敬重。上帝应允要将迦南赐互后壁人的后代，佫要互伊成对大国，赐互伊万国万民因伊来得着福气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因要承接上帝应允，因就爱讲上帝应允，爱相信上帝应允，才会通继续向前，直到应允的地。后壁人因为因信称义，上帝赐福，互伊成做全世界受到祝福的管道。除了后壁人甲伊的后裔，照着后壁人甲伊的后裔，会通得到上帝祝福，无人会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除了耶稣基督以外，无别的拯救。所以后壁人伊必须负起这个使命，互普天的万国万民得到上帝的祝福。门徒因为耶稣的呼召来军队主，正做福音的使者。耶稣应允讲，要互门徒得到人亲像掠鱼，得到人亲像掠鱼。所以这个学生知影讲，我要掠鱼，就爱去倒位，就爱去大海，就爱去河川嘛。真做一个耶稣基督学生，真做基督徒要得到人，要去倒位得到人。上最后说袂甲无甲袂讲甲迄个人主动送互咱就爱去亲近人，去关心人，为主做见证，带人来归主。所以今仔日上帝主要说嘛，对咱发出呼召。检采毋是讲爱咱去远远的所在，离开咱的故乡，是讲亲像真侪只放下因的职业，转型成做上帝的门徒。
但一定是呼召咱更较虔诚来军队伊啦。所以今仔日，主要所讲内底我要互你得着人，亲像掠鱼，掠鱼爱去大海，河川。咱要去倒位得着人，真简单。你的家族内面，还佫有未信主的无？感谢主咧，正会长老，伊的遮姊妹，伊的老母，本来是伊一个信主尔咧，每一摆咱拢看到讲，一个一个咧信主啊，一个一个信主啊，就是讲咱有心常常祈祷，真正上帝应允嘛。无输牛，伊是因为民间宗教的家庭啊，伊一个信主了，即摆嘛是一个一个咧信主，还佫继续咧努力啦真正求主帮助啦毋茫讲全家族拢会当来信主。咱个人带领你的先妻、你的太太你的厝里的人。来信主嘛，为因祈祷，咱来带领咱朋友、亲人来军队主，因为主要是军队咱嘛，主要是呼召咱，互咱得到救恩，得到应允，咱嘛是爱靠主、靠圣神的开力，搁去引带，咱知影还未信主的人，其实上帝已经为着咱建成教会，务必。收割的田园啦，收割的田园伫倒位？因为咱有建成的福音的篮球联盟，每一摆有差不多20个左右的青年人，甲咱的青少年做伙拍球，做伙联谊，咱每礼拜，即摆暑假休困。咱每礼拜有即个银华族好厝边，银华族好厝边，拜4、拜5，顶下晡有6个社区活动，应该差不多有138人次左右，还是以上啦。这人因家己来招困咱啦。古早咱的传统会爱出去外口，爱拍锣拍鼓，就大家都活来，就甲因传统因，野外主流。即摆毋是，即摆因家己来所以讲，只要咱愿意顺服主，随时去甲因亲近，甲因分享主的恩典，带领因来军队主。通过咱的行为的表现咱成做一个小耶稣。有一天伊就忽然间甲你讲，我要来信主因为有一个姐妹，有一天讲甲牧师来教会，讲甲牧师有一间教会啦，甲牧师讲，牧师我要洗礼。牧师足欢迎的了，甲伊。简单了有关心做一寡迄个基要真理的这个任务了，甲伊说咧。所以真正咱若是随时去军队主真正想象袂到，得到人亲像掠鱼啦、丰收啦，主的确要将得救的人数日日加添互咱。惊咱聚会诚饱个，要互咱你渐渐有一天咱的聚会200几，一直起来这是毋是靠咱？靠上帝的开力，靠咱随时回应上帝的呼召，为主做工，报用主的福音。感谢主，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大声呼召阮，通过早时的宣教书，通过侪牧师你的使者，互阮
对微信中间来认捌上帝，信靠主耶稣基督，罪得赦免，受称罪义。主啊，但阮愿意受主你的呼召，随时就去。阮看到阮的附近，也是阮有侪弟兄姊妹愿意来甲阮教会，愿意帮助阮，有气力，亲像讨鱼的人共款，遮尔多鱼，遮尔多人，我都好好想办法，要安怎甲伊来得到人，亲像掠鱼，愿意帮助享受阮气力，将你圣神的大气力。时时刻刻甲阮三个地地，互阮哪侍奉哪有气力，哪侍奉哪工地，来兴旺主你的教会，带人归主，荣耀你的名。祈祷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回应诗吟圣诗第254首 A 调，会众请起立。254首 A 调。我认救主无惊献笑。我认救主无惊献笑，何等感情道理，何等。请坐，奉献，请书献的同工。
请坐。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咱的周报内面。愿主帮助咱，常常心存敬畏，互信心充满，谨慎悔改，有谦卑智慧通行万项好事。为着咱的机体，王兰妈、信淑慧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陈丽水、郭仁基长老、杨志坚、林以诺、李安娜、陈义君、陈刁民、陈天福，甲咱四位准妈妈若愚、以轩、婉柔、甲子瑜，因怀孕顺利。过来为着中南部连日的好大雨，求主怜悯民主产业各方面重建顺利，救灾物资甲咱的卫生防疫及时到位。为着大把恁的农潮，为求主怜悯。随便各政党会当放下主义，为着国较成熟的民主展开协商，请咱出声还是无声来祈祷。主爱，阁有怜悯的主啊！你知阮是你所创造、所立属的，总是伫肉体有疾病、困难，心身有世间的忧愁、劳苦重担。恳求主，你会当伸大能的手，医治身体欠安的，安慰心内有忧闷的，互众兄弟姊妹有健康的心、有喜乐的心，用怜悯主爱消除彼此怨恨。相对敌的心，互民族国家会当放下歧见，消除紧张甲冲突。愿主伫繁华多变、充满引诱的世界中，会当互阮有主你所赐的智慧，会当看清一切，明辨是非，会当定心伫主你的心上，会当回应主你的呼召，互阮会当靠目伫。甲主同行，行伫你所预备道路顶悬。这是我们用主你的主祷文来讲祈求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又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抵带阮入地狱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。首先，咱感谢吉牧师今日带来咱信息，愿主赐福保守吉牧师甲牧师娘的服侍，凡事兴旺，灵魂兴盛。身体健壮。第二项，8月19到20，就是甲今仔日牧师、黄牧师甲林牧师安排去休困年因的年假。第三，后礼拜主日是文字事工奉献主日，请为着文字事工来的需要来关心代祷。第四项，礼拜部定伫9月28要举办结婚周年感恩礼拜。见若结婚35年以上的夫妇会当报名，请伫本月底
到1楼柜台登记报名，以立制作周年纪念证书。第5项，教会的奖学金开始接受申请，有定伫9月28来颁发。奖学金发放的办法详情，请看咱楼骹的公布栏。申请的日子到9月21。第6项，10月19是咱本堂1年1度音乐见证福音主日，由咱的见证乐团甲见证分享的来长光。要见证分享的兄弟，请伫本月底黄牧师、林牧师来报名，现爷3名，请把握机会。第7项，台北中华教授部定伫10月25要举办年度的净滩活动，地点是咧永安渔港的沙坡，报名费用1个人300块。后要参加的，请伫8月31进前，甲咱1楼的柜台登记，而且纳钱。第8项，为着防范诈骗集团，借用教会的校号来收效，互咱的教会的校号会去冻结，请后要转校还是汇款到教会校号正做奉献的兄弟，请伫咧完成转校还是汇款了后，通知咱的干事还是会计，并且来注明咱的奉献的用途对象，会当方便咱的会计来归销。团结的消息，第1项，8月24拜六，下礼拜拜六早起9点45分，庆式团契要聚会，内容是幼师的越南游记的分享。第2项，9月19拜六下晡3点，妇女团契聚会，内容是心灵的课程，咱的讲员是蔡文峰关怀师。以上，奉献的明细。万一有漏交，也是有重大的麻烦，咱的干事也是会计来更正。上引信息第512首，愿救主耶稣基督，会众请起立。耶稣基督，延命稳定主庇，你被兄弟救出大敌人亲像家人，敌人亲像家人，信心观念甲咱感动。愿恁得到上帝大恩、圣神的加持，人来欢喜和平，吞润慈悲善良，正做忠信温柔准则，正做恁做基督徒的标志。愿恁会通亲像主耶稣所讲，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你也喜。愿主的圣神常常甲咱伫咧，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咱正大家三甲伫咧，对一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。要倒避花，散会以后，请兄弟姊妹到一楼享用爱餐，请安交谊。